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11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根据资料显示，台南市已经连续10个月，每个月人口拢是负成长。议员区里里上午伫个总质询，除了提起市长注意，嘛进一步锁定青年政策，检讨青创贷款、包租代管以及青年主体落实，希望鼓励优秀的少年人拢留伫个台南打拼。议员区里里特别关心青年政策，伊表示，台南市青年创业贷款对去年9月才启动，不过一档后核准的件数竟然挂零，除了要求经发局检讨，嘛进一步表示，青年租厝的补贴需求量大，但是包租代管的政策伫台南，却因为厝头家小厝店原因，对106年试办到今年8月底，3档每盒的户数也无到400户。议员认为是华丽的空包弹，要求归起补贴租金较实在。青年人他们除了创业很需求之外，他们在成家的部分，租金补贴对他们来看，2600、3200虽然是杯水车薪，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的来申请？表示台南的青年族群确实存在，它是住屋补助的需求。台南市的房东很怪异啊。我不是说很怪异，应该秀出啦。所以说他要把它委托给你们呐、那委托给你们，他可能不放心呐、那钱没花完，中央收回去，那等于这个政策也是失败。为什么不跟中央说，台南市对社会住宅这个包租代管的部分，可能在执行上会有困难，是否可以转换成租屋补贴，可能更贴切？包租代管啊，那关键点是在房东这一端了哈。当然房客是有他的需求数啊，所以。当然，大概是106年试办之后，107年正式的来开办所以我们大概原则上数目大概原则上有逐年递增了哈。那今年度我们原则上会有2家的这个没有公司来。议员表示，除了租金补贴加包租代管，真侪青年族群也是比较较关心新建当中的青年主体到底有偌济户数。议员以小东路北边350户公营主体当中，到底青年比例占几成？要求市长落实4档内也有2000户社会主体政策支票，鼓励少年人留伫故乡打拼。成家立业很重要。那市长你也说，在4年内要2000户的社会住宅这个政策支票，虽然你是非常保守去讲了哈。那你觉得青年人？不能够账面上把有关于青年的经费都放在一起，好像很大的一块大饼。那事实上并不然啊，市值增花了6万多个人口的这个中间产业的分子怎么办？20岁到49岁的人口，从合并的时候2010年到去年底2018年少了将近7万人。那这个是我们要检讨，但是真的我还不知道其他县市有没有这样子。那但是在整体台湾大环境的人口都减少的情况下，大家只是变成说迁户口比赛，谁给的福利多，青年人就来这边。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我愿意在努力让年轻人愿意留下来这方面思考。那有多少筹码，我会尽力全来做。除了青年政策检讨，议员嘛强调，中西区、北区甲南区伫民国115年，每4人都有一个老人，所以要求一定要提早考量个人化社会发展当中的社会福利设施需求，伫都市计划来同步检讨。电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针对南区人口多、土地面积大，而且有利的比例阁上悬，结果到今拢无一个儿童馆。议员黄丽娇伫个总质询就要求市府爱伫个新的中华区内底找到适合的地点来兴建大港儿童馆。地处市长嘛认为应该设立伫个新的社区，希望明年初规划结果会当定案。顶一会议，议员黄丽娇对于安南区幼儿比率专区上悬来推行大港儿童馆，结果市府建议伫安顺派出所的闲置空间来设立，
但宜湾区欢乐派出所10当前经过内政评估，已经是建议拆除中间的围楼，加上车流量大、停车不方便，根本不适合，所以呼吁市府一定要重新评估，起伫新的中卫区内，或者是台港文化中心的周边，要求市长尽速定案。这么多的从化区，难道都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适合的地方来建一个儿童亲子馆，给我们安南区的小朋友有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活动空间，一个学习成长的空间吗？今天我想要请市长给我回答，安南区的儿童馆，你有规划吗？你有想法吗？你希望为我们安南区的小朋友能够找到一个很优质的一个环境，给我们建造一个那个儿童馆吗？市政府对安南区是有想法的。至于您刚刚提到的儿童馆或者亲子悠游馆，将来要设在哪一个区块？是设在这个几个从化区里面？我倒是觉得说哈，跟市长建议一下啦，因为目前我也在这边想说建议说，因为我们应该设在新市区，不是设在老社区，应该是新社区。也比较方便的地方啊，就是交通方便，又年轻人比较多。还有地方，对。另外，讲到台港文化中心，虽然4月已经正式营运，不过进前因为减项发包的人道，现在营运以后，为了整体规划，由我们再出的中之顺争取。能够把它完成，因为你今嘛一部分到家都切灯啊，那这个廊道应该不会很多钱吧？没有很多钱吧？议员报告了哈，现在应该是说这个廊道，因为现在整个建筑体都好了嘛哈，那这个廊道到底有没有那样子的迫切需要？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去做讨论啦。那如果说的确有这个迫切需要，未来我们中央如果有所谓的相关的演艺场馆的所谓的升级计划，我倒是觉得哈，当时我们可以再来把它完成啦。除了硬体建设、软体艺文展演，由我们要求平平伫市立文化中心的规划，迈放伫台港文化中心。对此，文化局长表示，台港文化中心对规模较大，无包括户外部分，已经有50场的剧场演出，市府一定好好来思考，请民众放心。台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资深议员杜素银长期以来对着南关线的发展，特别是争取道路开辟以及全力了解地水建设，拢受到侪市民的认同。伫去年冲出第1关票，上午总之顺，互伊上界烦恼的，就是有关地水成效的万代桥改建已经流标2摆，要求市长爱倒想办法。议员杜素银上午伫总之顺首先关心通往基美破关的林德德伦路10几档来拢无修补，要求市府列入路边专案来施作以外，另外包括合并以后，得争取高达10亿外林德德27号东段道路开辟，因为牵涉后壁厝的地水，需要求市府跨局处合作，预计伫明年7月完工，唔通搁拖。我即摆咧急的，就是讲。在我们的设计规划里面，咱即马做到什么程度？袂使讲哎，这条路规线已经好啊，咱这个棚坑只个水还阁接不起来，吼。所以你甲我答复，咱即马细设到什么程度啊？这个营建署做的吼，伊要接到这个棚坑吼，即马差不多明年2月吼，伊会完工。阮即马这个棚坑的，阮即马设计。大概年底几啊发包，配合伊2月了，先阮就继续去做嘞。接得上啦哈。到明年，现在都在衔接。好 ，OK。我们会提前办理。接下来有关林德眼控地水关键的万代桥，因为施工难度真高，目前市府已经搁追加5000万，工程费已经增加到2亿1000多万。不过8月份发包以后，也是2摆流标，毛议员相当烦恼，要求市长倒想办法争取，赶紧进场施工。咱即马无够，只看是搁几千万无够，嘛叫咱水利局做伙去讨，安尼咱就免增加咱的市预算。如果这应该水利署的那个黄市长，你以前都当过立法委员，这个关系一定可以。市长，你讲一个好啊。
我毋是工程的专家，但是我看了经费一直塌吼。啊，一方面吼，百姓一直急，啊，就用包厢搁安尼吼，所以我有当时啊感觉讲，想起来嘛怪怪的吼，一直工程费一直。我来讲。我来减项。对，即个桥若无做，就无采咱顶游讲拓宽啊偌大，做我偌好势，迄拢无效。因为这个闹袂过啊，面顶就是石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一个点，一定要打开，吼。你就倒想办法，水利署搁再去讲。搁清楚一下。资深的议员杜素银长期以来，7年研究当地治水甲道路开辟的需求，积极争取经费，无意外，互伊赢得选区第1高票。这回总日顺游玩持续追踪，希望互民众唔通搁受饮水甲路无平的痛苦。台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日前被民进党立委林俊宪爆料，讲伊伫失业的期间，购买7000多万的厝，是透过民贷施压，互台肥来贷款2成互伊。对此，国民党第5选区的立委参选人蔡淑惠特别甲前台北县长周习伟召开记者会，要求林俊宪唔通随便抹黑，要提出证据。针对日前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来爆料韩国瑜伫施压的期间来买7000多万的豪宅，是有透过民贷来施压，互台肥贷款2成予伊的事件。同一个选区的国民党立委候选人蔡淑惠9号下午也特别甲前台北县县长周习伟以及市议员罗坤虎、曾培亚共同召开记者会，强烈来批评这是一场灭韩闹剧。民进党其实很刻意想要抹黑韩国瑜，很刻意的让大家觉得韩国瑜是一个特权，所以他不是庶民。但是有没有耍特权？关于所谓的纯正信函跟台肥所有相关的事情，其实都已经理清清楚。没有厘清的部分是林俊宪的2个证人，林俊宪所有手上的证据，他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出来讲，为什么？因为他讲的是谎话。所以现在大家的焦点不应该再去问韩国瑜，韩国瑜都已经回答清楚了。林俊宪、陈菊、苏贞昌、蔡英文、卓荣泰，你们必须要出来告诉国人，是不是你们自己编导的一场灭韩的闹剧？会中蔡淑惠也强调，爱林俊宪提出证据，卖只会遐秘伫言论免责权的后壁。如果是凊彩来爆料，就应该向市民道歉。那经过相关的人员的一些出来澄清之后，我们很清楚明白，这是一个恶意的抹黑、乌龙的一个爆料。那我们身为一个民意代表，不能一直躲在这个言论免责权的一个保护伞之下，然后任意的随意丢一个议题，然后请被你部分的当事人自己去找证据来澄清。我想这样的一个恶意的一个抹黑的一个手法，我们是不以为然哈。那今天刚好林俊宪委员跟淑惠是同一个选区的立法委员，我们2个是同一个选区。身为他的一个对手，我要呼吁一下林俊宪委员，你应该要勇敢的承认、道歉，你的资讯来源有一点偏差，或许你勇敢的跟所有的我们台湾的民众鞠躬道歉，大家还可以原谅你。不然你因为你的随意的一句话，浪费了这么多的一个社会资源，我想这是不应该的哈。我想这几天林俊宪委员的网络那个粉丝专页已经被很多的民众挤爆了哈，灌爆了他们的不平。我想这样的民意已经在告诉你，你应该勇敢的告诉所有的全民，你错了，你对不起我们中华民国所有的百姓。周习伟也强调，林俊宪安尼的行为已经涉嫌意图使人不当选甲诽谤，要求民进党要出来讲个清楚。所以在这里要请林俊宪委员注意到法律上的责任。如果你是刻意的抹黑，其实就违反了选罢法里面散布谣言，意图使人不得当选。
散布谣言，意图使人不得当选。第二个部分，你的诽谤或者加重诽谤罪也会成立，因为你没有任何的证据，你去诽谤任何一个人都是犯法的。我们必须要请林俊宪委员，你必须把你确实的证据拿出来。林俊宪回应表示，韩国瑜应该赶紧来讲实话，这个事件伊拄仔开始尔，大家拭目以待。电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人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新市农会为了推广在地舞蹈，所举办的舞蹈节活动，高和伫南科的舞蹈园盛大登场。今年的主题是客家同乐，做伙认识舞蹈产业，吸引侪侪亲子到场参加，也透过丰富的活动来认识舞蹈。现在讲到农业产品相关的活动，相信真侪人拢会想到新市农会所举办的舞蹈节，因为丰富的活动加上亲子闯关的游戏以及美味的舞蹈特色料理。拢吸引了侪侪民众的参与，今年也伫9号上午南科舞蹈园盛大来登场。这届也取消了过去知名的选美活动，改成为舞蹈甜点的比赛，也吸引了侪侪民众的眼光。我们新市农会办理毛豆节已经迈入了第11周年。那我们第11周年有很多创新的活动，在上礼拜我们举办了公益活动日，那成果也非常的丰硕。那今天的话就是我们的重头戏，我们的绿金嘉年华。我把我们的民众带来到我们的毛豆园当中，让消费者可以实际从田野间体验采毛豆的乐趣，认识毛豆，进而帮我们推广毛豆这个产业。那今年的活动当中，有很多的创新，比如说我们今年有毛豆的甜点料理比赛，那还有亲子走秀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今年在办理活动当中给予民众不同的新体验。会长农业局长李朝堂也肯定了新市农会这几年的贡献，同时也勉励因会使持续来努力扩大国外的市场。那么新市农会是第一个，甲咱外销市场呢，甲舞蹈的外销市场。因即摆咱倒来，因即咱倒来做一个加工销售的一个农会，所以呢，伫这个所在，我要甲亲子农会呢，做一个感谢，多谢恁的努力，互亲子的舞蹈伫全省、伫日本会当阁得到真好一个成绩。不过我要甲各位讲吼，咱台南市政府，咱市长呢，黄市长呢，真认同咱舞蹈的这个物件，所以阮今年。不管是舞蹈好，农产品也好，所以阮今年有去海外做行销，
那么我有带一队呢去伫新加坡，阮副局长带一队过伫加拿大，伫即个外国甲日本的行销内底呢，咱毛豆拢是伫咧头啊第一名的一个销售量，这大会当甲亲戚农会呢做一个感谢，嘛要甲因继续加油的，恁有足济市场可以去开发。这几年毛豆外销一直拢有真好的成绩，所以这届毛豆节也特别安排了新市另外一项农特产品的义卖，也就是这种的火龙果，希望让更加多人会使熟悉新市的其他农特产品。毛豆一直在我们台湾的外销产值都是在冷冻蔬菜类的第1名。那在去年也已经突破了24亿这么多的新台币，主要都是外销到日本的。那我们今年在我们新市办毛豆节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毛豆节让消费者可以认识我们新市更多的农特产品，比如我们今年的青农有得到了全国火龙果的冠军，所以在今天我们的活动当中，我们也把它的冠军火龙果拿来当义卖竞标拍卖的一个部分。那这是我们今年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更多消费者认识我们的农产品，进而支持我们的农业。今年农会以着全新的风貌来举办毛豆节的活动，除了要让民众全新的体验以外，活动也以着亲子同乐的方式，要让更较侪人来熟悉在地农业。希望让倒来故乡做农业的少年人加一寡支持，继续为台湾的农业来打拼。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福建厦门上安青泉岩寺访问台湾，参加清水祖师文化交流协会会员大会。首先来到全台开基四群新凉山寺拜会，诸位吴志祥表示，双方交情真深，希望借着交流增进双边的友谊。厦门上安青泉岩寺甲四群生凉山寺交流已久，这次青泉岩寺来台参加9日伫台中举行的清水祖师文化交流协会会员大会，以及10日伫高雄举行的土地公文化节活动。由于双方交情深厚，因此青泉岩寺每一届来台参加活动，拢会前来四群生凉山寺参拜，并会见老朋友。厦门上安的青泉寺，由着咱洪理事长率领伊遮个团队来到台湾，主要要来参加明仔载台中迄个即个清水祖师的阮的文化交流协会，迄个会员大会。伊若便来台湾，一定就是爱来咱凉山寺，因为伊甲咱凉山寺即个交流几落档啊，所以讲阮个友谊拢非常的好。阮洪世界咱的主委是非常好一个人，所以讲伊若便来到台湾，头一站也是讲上尾站一定爱来咱四群生凉山寺，有台来跟祖师公大家来去参拜安尼，保持，因为我着保持着遮友谊，来看遮老朋友安尼，我嘛足欢喜。厦门上安青泉岩寺主委洪世界表示，青泉岩寺甲四群生凉山寺交流多年，相处起来就亲像是兄弟同款。大家对阮的青泉厦门青泉岩寺安尼特别照顾，特别关心阮若来啊台湾伊就来带阮来去甲阮指导，甲阮带阮甲五大的是比兄弟较亲。每一次若来台湾，阮都拢来即间来四群仙即间祖师庙来参拜安尼，来处因的经验也导阮去处，安尼去即环境，阮迄间旧的安尼，来在处境也互相迄落安尼，拿一家口啊。四群生凉山寺主委吴志祥表示，上安青泉寺是清水祖师文化发展协会会员。四群生凉山寺举办清水祖师文化节时，上安青泉寺嘛会派员参加，期间不断来往，会当讲是交情深厚。希望借由交流，大家做伙来拓展清水祖师的信仰，将清水祖师的文化伫世界上发扬光大。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11月12号是世界喜宴日，为了唤起大众的重视，安南病院特别举办结婚喜宴酒活动，为11号开始连续5天，伫病院的大厅举办宣导活动，号召民众做伙结婚，共心保健康。好，所以
根据卫生福利部上新的资料统计，全球因为肺炎致死的儿童超过200万人，其中肺炎链球菌这种病菌就造成80万人死亡。因此，肺炎链球菌专家委员会为了让各国卫生当局重视肺炎的威胁以及接种疫苗重要，将11月12号定为世界肺炎日。安南病配合世界肺炎日，特别举办戒烟肺炎周活动，希望民众爱远离食薰的危害。接下来就冬天要到了，那民众可能很多人就是很容易得到一些感染。那在这些感染里面，肺炎就是老人家要特别注意的部分。那我们的肺炎的话，其实是有疫苗可以来预防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强调，就是老人家或是有些慢性病的病人，如果说想要来就是打疫苗的话，我们很推荐可以使用这个肺炎链球菌的预防针去预防肺炎。那这个预防针有分成自费跟公费的部分。那自费的话是只要终身打1剂，那公费的话是在75岁以上，我们政府就是有免费提供1剂的服务。那就是很鼓励大家就是在这个时节呢，可以就是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然后最好的方式就是来施打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来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安南病嘛提醒大家，天气愈来愈冷，嘛是流感开始作怪的日子。民众若是得到流感，会降低免疫力，互细菌进入体内后，更容易造成肺炎的发生。呼吁65岁以上有3高以及慢性病患者，还佫有食薰习惯的人，一定要接种流感以及肺炎疫苗。上主要一定要解薰，才会得到上好的疫苗保护力。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云的天气，温度21度到29度，袂凉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11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